首先，我们看到篇章理解之题组，考生会看到一篇文章，但是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，所以你必须要去读完它之后再去作答。但是因为文章的长度比较长，所以您可以一边读文章，一边去从题组里面的问题找出答案。但是答案通常不会非常明显的出现在文章里面，你必须要去理解之后才有办法来回答题组的问题。首先我们来看这篇文章，我们把一些比较关键的部分呢，把它用红底线把它标示出来。这里有提到他爷爷现在80几岁了，但是呢脚并不是很有力气，所以即使他们住在山区，要上下坡比较难，因此才会搬迁到竹北这个地方来住。那他住的地方正好是西晒的房子，也就是朝西边。如果是好天气的时候，他在傍晚拿着板凳呢，从这个窗户看出去是可以看到太阳下山的。那他常常也看着太阳下山，所以这个老爷爷就跟我讲，就对着我说，他如果是想要看这个太阳落海下山，那就要等到光复节之后才可以，因为在之前呢，太阳还非常的强烈，那常常呢很长会有刺眼的阳光。那从国历11月开始呢，到12月初，这个时候是太阳下山最漂亮最好看的时候。有时候可以看到厚厚的乌云，这个承载着这个满天的彩霞。那这样子看起来，这个天空上面有时候会有本来是很晴空万里的，但是兼杂着一些鱼鳞状的这个白云。那整个天空呢，它的景致的变化是很多又很漂亮，常常让人家看到出神。所以我们来看它的题目，第一题，阿边亚公为到马个原因让晒了竹北。我们看它第一个题目是问说，他是什么原因才来到竹北这个地方住。我们来看文章里面有讲到，他是因为住在山那白拉高上下有拉难，因为他要在山坡地要爬上爬下的，上下坡很吃力。所以我们来看他的选项呢，第一个选项，伊想爱看日头落海，他喜欢看落日。第二个选项，伊唔盼得拉叶笋呢，舍不得儿孙。第三个选项，伊脚力那山路唔好，他的脚力不好，要爬山比较不容易。第四个选项，伊介意太楼的景致，他喜欢大楼的景观。可是我们根据文章里面的内容，它是因为上下坡很吃力，所以我们必须要选答案3才是我们的正解。那第二题里面，他问了，ที่อายันอยาก講嘅簡房，呢棟邊呢係很時候，下邊那種情形唔會發生。要請注意的是，這一題是反向題，也就是說不會發生的事情。通常如果考生沒有注意到這個不會發生的事情，萬一你看到第一個選項是正確的，是符合文章里面的意思，你可能就会选它。可是这个时候通常都是选错了，我们要非常小心。这一题是反向题，再说一次，这一题是反向题。那文章里面他有讲到，赶风张西周日，它是正西晒的房子，所以在早上呢，阳光是不会直射。所以我们看第一个选项，你阿妹看得到海水田荡，这个没有问题。第二个，你阿妹看得到日头落山，他傍晚可以看到太阳下山，这个也没问题。第三个选项，早晨时日头渐渐当长眼，在早上呢，阳光非常的刺眼。第四个选项，下晝頭感到漸來漸顯熱，到了下午，房間越來越悶熱。可是这个题目是在问立冬立冬已经接近冬天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来看这4个选项里面呢，只有3是
不会发生的，因为早上阳光并不会刺眼，因为它是正西晒的房子。那我们看第3题，同样这一篇文章的第3题，阿扁也讲亲接看日头落海，也因为最上瘾的金子很马嘅。关键在于文章的最后，他有写了规天当的金子变化又大又强，本人看到入神十分。也就是说天上的这些景观呢，变化多端，常常让人家看到出神，也就是非常的着迷。所以他为什么会喜欢看呢？我们看第一个选项乌云将日，也就是说乌云满天。第二个选项满天彩云，满天的彩云。第三个选项一色晴天，天气晴朗。第4个选项贵重变化，也就是天气变化多端，天上的这个变化呢是很多的。那我们根据文章的内容，它是因为金子变化又大又强，所以是变化多端，所以我们的答案是选择4，才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文章。